咦，使乜咁勤力啊？喂，睇啲咩書啊？攞嚟睇下。呢本。咦，你而家好等錢使啊？而家打份工，個月淨得咁多，都想揾多啲啦，係要諗下計噶啦。咁都啱嘅，不過你揾時揾，穩陣起見呢，記得要了解清楚啲投資產品。如果有問題呢，就要向獲政府發牌嘅金融機構查詢噶啦。得啦，你同我定啦，叫佢食先。伙計。喂，我係阿權啊！喂，有啲嘢揾你啊！唔好食茶餐廳啦，帶你食好嘢。喂，權哥坐低先啦。喂，冇見一排着到身光頸靚，好似發咗咁啊！我前嗰排咪想揾錢嘅，估唔到真係心態決定命運。俾我識到個高手，佢幫我搞投資，第一個月咋就已經有息派，個月都有錢賺。哇，咁犀利啊！我而家一個月都收緊8厘息，有時仲唔止添。呢次真係冇跟錯人。哇，你一個月就賺咁多？咁佢幫你投資啲乜嘢啊？都係啲股票啊、基金啊、房地產呢啲咯。成日唔定噶。咁唔清楚嘅，但係你每個月嘅利息就咁高，好似有啲唔妥喎。咩啊？我有晒證明噶，我上佢公司簽晒文件噶。簽還簽啫，但係知唔知道佢哋有冇攞牌噶？嗱，如果唔知道嘅話呢，你有冇向金融管理局查詢，佢哋呢間公司係咪已經獲政府發牌？可以喺澳門度收存款同埋代客做投資先。唔合法，佢攞咗錢走咗佬啦，仲會個月俾息我？佢仲話我隨時可以上去攞翻啲錢噶。喂，咦，你睇下，某負責人涉嫌非法吸存被捕喎，你出你嗰啲好喎。個電話停止服務啊！打多次。啲利息都停埋啊！死啦！呢次乜都冇啦！唔好咁緊張，試多次先啦，打多次先啦。任何未經根據本法規或者特別法例許可下，從事接受公眾存款或者其他應償還款項業務嘅人士，不論有冇訂立利息，不論以自己名義定係為他人從事者，都要處以2年以下嘅徒刑。市民如果對相關企業嘅持牌狀況或者產品嘅合法性有懷疑，應該立即向金融管理局作出查詢或者舉報。非法吸存係違法，投資風險難預測。